大學5件事入邊邊件最緊要？好灰喎 U 拉。Shalina 最期待喺 U 拉度做啲乜嘢啊？我自己就想試下上妝啦，你呢？我咧想參加下啲 exchange program 咁。咁唔知其他同學點樣諗呢？時裝咯，多轉彎咯。享受下 self study time 住 hall 咯，真係比較難忘經歷。我依度有啲經驗，可能會對我哋揾工好啲。我覺得 exchange 最重要。 I went on an exchange already to Madrid. I think that was probably my aim of coming to the university. 拍拖，因為開心啊。冇。哇，好灰喎 U 拉。friend 出去食飯咁樣。在学习生活中不停的有新活动可以去探索，是非常有意思的。 GPA 温書，因為我而家2不過最後一個成，我係想衝下 GPA。上課，因為跟我女朋友一樣。intern 識朋友咯。同 friend 一齊最差，住 hall 就可以同多啲朋友傾偈，即係識多啲人啦，識多啲朋友啦。辦法真係唔夠。拍拖同埋做 part time，大學之後多啲時間可以拍。出鋪咁你而家有冇另一半？冇啊。哦，加油！多謝。Thank you。